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讲30分钟，和你讲做国际新闻通。首先，就带大家来关心这个美国参议员 Markey 带团来访问台湾，中国不满，搁一届宣布对台湾来进行军演。解放军的东部战区15日发布影片讲，中共军机自这阵空中近距离挖进平湖，空军就回应讲，这是强机无接近平湖，这是一款认知作战。另外 ，Markey 就表示讲，美国必须要帮助台湾来抵抗胁迫，美台应该合作来避免台海冲突。美国国务院也认为讲，中国反应伤过头，真正无必要。雷军号咧会继续伫咧区域留守。外交部即阵嘛批评中国军演野蛮，应该随时就来停止。美国参议员马基结束访台行程了后，发布新闻稿表示，美国必须驻台抵抗威胁，美台也应该合作避免台海冲突。中国抗议马基访问台湾，伫佩洛西了后，佮宣布对台军演。美国国务院强调，议员来台湾访问符合一中政策，中国的反应无必要。It is not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not Taiwan. It is the PRC that is challenging the status quo. The PRC has entirely overreacted. 普莱斯强调，美国对中共的挑战的回应是正确佮负责，清楚表示无想要相关情势制造危机。美国航空母舰雷根号会持续伫区域留守，这礼拜会宣布支持台湾。就连英国战略司令部首长霍肯霍尔都罕见的批评中国的军演是真无适当，烦恼煞变作敢若行灶骹共款。外交部我们严厉的谴责中方的军事的挑衅的行为，而且不断的制造危机。我方也严正的告诫中国，要立刻停止升高区域的紧张情势。根据统计，拜登就任以来已经有33个美国国会议员来台访问，8月底有可能阁有国会议员也甲地方首长来台。不过，中国也是认为军演是必要反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甲赛节时信时阵，高声明对台湾的立场，强调针对美方每次发起的公然挑衅，中方都必须做出必要正当反应。总统蔡英文进前接受日本自民党月刊专访，加前外务大臣河野太郎视讯。对台海局势，蔡英文再一次强调，台湾的民主自由若做互人打败，区域各国拢会受到真深的影响。希望赶紧建立安全对话机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唔对台湾军演，另外嘛开始乌白乱制裁，这是国台办公布上新大动名单，将驻美代表萧美琴、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国会秘书长顾立雄这7个人列入去这个名单顶头，禁止因本人是讲这个亲属进入中国香港、澳门这地区嘛限制因伫遐咧做生意。被国台办安尼一认证蔡其昌和时代力量主席陈椒华拢话讲，这是公营的印记。中国最近唔拿对台军演，国台办16公布上新台独顽固分子名单，第一所争抢游锡坤50岁了后，佮增加7人，包括驻美代表萧美琴、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民进党副秘书长林辉环、党团总调郭建民、立委王定宇，甲时代力量党主席陈椒华，禁止其本人及其家属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限制其关联机构与大陆有关组织、个人进行合作，绝不允许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另外，包括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也防制裁，禁止入境加伫中国牟利。中国强调，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正告台独顽固分子需要打动啊。不过，这摆红点名的人拢表示真公平。是一个我的骄傲，也是我的勋章。不会害怕，也不会担心，也不会畏惧对岸中国的任何的制裁。我感到十分荣幸，这代表我多年捍卫台湾主权、坚守民主价值的决心得到肯定。敌人的咒诅是我们胸前光荣的勋章。那民进党批评中国想要制造黑警的效应，就连无防制裁，国民党拢表示遗憾，相关举动只会伤害两岸关系。我党政相关人士依其权责处理事务，中方无权说三道四，
这些所谓的制裁更是非法无效的。陆委会表达严正抗议甲不满，佮加指出，对中共卡袂到经济威胁侵犯的常态作为，政府将评估事态发展，建议适时采取必要的处理甲防范措施，同时检视可能的影响，确保国家安全甲民众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美国甲南韩伫夏威夷都结束5国的这个军演，针对北韩举行这个10段演习以后，2日咧，美国甲南韩又搁要伫南韩举行11天的联合军演。虽然两场的这个演习拢是针对北韩，不过咧，也有学者认为讲，这是美国、中国交锋的一部分。南韩已经伫咧安全战略上选择行向美国这边。因为疫情影响，甲改善北韩紧张的关系，南韩缩减4年来甲美国联合军演演习的规模。不过，新就任的南韩总统尹锡悦决定8月2日到9月7日，甲美军实施合作1机自由之盾的联合军演，模拟朝鲜半岛战术危机，嘛透过这点强化南韩甲美国同盟的关系。이번 연합연습은 한미연합연습과 그리고 야외기동훈련을 정상화함으로써 한미 동맹을 재건하고 연합방위태세를 공고히 확립하는 데 큰 의미가 있다라고 이렇게 말씀을 드릴 수 있고. 根据美军太平洋舰队发布的内容，美国、南韩、日本、加拿大、澳洲7、5至15伫夏威夷举行一个合作太平洋上的军事演习，模拟北韩发射导弹，做实弹烂炸的操演。已经停办5年的韩美陆战队商量操演，嘛传出伫明年春天重新启动。不过，中国顶一日才甲南韩举行外交部长会议，中国希望部署伫南韩的萨德反飞弹系统，延续进前文在寅的方向。做出3个前提，一个限制的承诺，不过南韩并无同意。有学者认为讲，毋但台海、东北亚嘛是美中竞争的一部分，目的拢是对太平洋的掌控权。换句话说，水夺得这个第一岛链的这个控制权呐，水都赢得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竞争的这个优势嘛哈。美国现在在印太地区有很多的动作而且都是联合其他国家了哈。这不是只有这个就是军事的面向，你也看到经济的面向嘛。除了争取南韩同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6日嘛甲新上任的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头一届电话会谈，谴责中国对台军演甲发射飞弹，嘛同意加强美国甲日本同盟合作。另外，德国空军嘛派6架战机去澳洲参加8月底至9月份举行的17国联合军演，了后会为新加坡、上北访问日本甲韩国，中途嘛经过台湾附近的空袭，这嘛是从二战以来德国空军上大规模任务的调度。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带大家看讲日本产经新闻，伊报道北韩美国开始10段演习，威胁大增加。美国、日本、韩国等5国另外搁做联合飞弹防御演习。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英国面对这个 COVID-19 疫情领先全球，批准通防护元素甲 Omicron 变异株的这个变种病毒 Moderna 疫苗。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通货膨胀咧，互英国家庭压力实在是来愈大，未少企业甲公司咧，即阵是降工资来应用，即阵工资佫创下上低这个纪录。另外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超速 Trump 这个宣誓书美国司法部反对来公布。上尾看到 Washington Post 报道，共和党参议员 Liz Cheney 过去捌这个弹劾川普但 Trump 啦反对 Trump 这个赢真济声势，但是即阵初选却拄到大挑战，可能政治生涯可能伫即回初选了。就会结束。讲到绿色能源真正投入非常大的金额。英国计划要伫2030年减少一半这个碳排放，2050年是零排放，按算来投入90亿的这个英镑，才通互氢这款能源，正做是英国绿色环保的上大基础。丰田未来氢气燃料电池车的车主坎达尔，伫英国第2大城伯明翰唯一一个加氢站，4公斤的电箱全部加满。含税爱开50英镑，不过若换做柴油车，即卖一般爱开100英镑。伫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开战，燃料汽油继续大起的时代，就算环保零碳排绿色氢能，继续是真有优势。不过英国差不多敢若有12个加氢站。In the UK, officially there's 12, but only about 4 are working today. So the whole thing has got to improve. And the plan is to get maybe 10 in Birmingham, which would be about equal to what we've got in the whole of Britain in the next 2 or 3 years. So that's our plan. 坎达尔甲因查某囝米凯拉，伫26年前成立亚特兰，
是专门生产氢气燃料电池车所使用的双型燃料电池，是英国资格上老的燃料电池制造商。因伫北冰汉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当地做测试，要来取代柴油发电机的固态氧化物燃料电池。伫边仔监工的执行长米凯拉认为氢气的用载量会增加，不过这需要时间。 But there is a lot of pressure now to move and grow the hydrogen economy, and so we expect hydrogen capacity to really increase. But it will take time, so we expect that hydrocarbons will still be used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We can use them better with our technology, more efficiently. You get more power, less carbon, and no air pollution. 英国当局估计，爱投资90亿的英镑，才会当互绿色氢能。 将做英国绿色未来的底，达成伫这个世纪净零排放的目标。北冰汉2023年增设120架氢气巴士了后，未来这几年内会设立10个加氢站，其他的城市亲像是苏格兰的阿伯丁，嘛向同款的方向来发展。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佢来讲到，这个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75周年，总理穆迪伫咧独立纪念日演讲时阵，就展现伊的决心，要让印度伫咧25年内变成已开发国家。未少专家嘛估计讲，印度真正有可能伫咧2050年变作是美国、中国以后世界第3大的经济体。不只个产车好业，分配拢总无平均。目前印度咧也有超过100万人是非常产车。 最近几个月，失业率也维持伫咧7%至8%之间。全国期早国歌，印度拜一脱离英国殖民独立75周年，举办盛大庆祝仪式。那伫历史悠久的德里安堡，用国产榴炮弹执行21项礼炮。总理莫迪搁较伫独立日演说中，真有信心表示，要互印度伫25年来克入已经开发国家行列。莫迪的信心有原因，虽然目前印度人平均国民所得大约是2100块美金，列为中价所得经济体。不过今年经济成长预计将会达到7.4%。真侪专家有估，到2050年，印度可能成做只属美国甲中国的第3大经济体。不过带来的是日渐严重的贫富无平均。 2 दिन में 3 दिन में काम मिलता है, 1 दिन की दिहाड़ी को 4-5 दिन में खाता है, ऐसे खर्चा थोड़ी चल जाता है। ऐसी जिंदगी नहीं, क्या मजा आएगा ऐसी जिंदगी। बढ़िया जिंदगी नहीं रहो, कोई बढ़िया मौज करे, बाल बच्चे को आराम मिले। ऐसे इतना बाल बच्चा भूखे मर रहे, बीमार हो रहा है, जिसको लेकर पड़ा है, फिर भी काम नहीं मिल रहा तो क्या काम करेगा फिर। 印度最近几个月失业率维持伫7至8%之间，真侪人只会当做3工过生活。当地学者指出，印度最近几年向资本密集，毋是劳力密集产业发展，结果产生经济增长、失业率刷升悬的情况。目前犹原有数百万人陷伫产车的状态。伫中央已经开发国家行列前进的同时，莫迪政府犹原有真侪挑战要解决。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过来关心极端气候现象是愈来愈接，伫咧非洲苏丹甲中亚的 Afghanistan 大水河引发严重灾情，未少人拢伫大水灾来死亡。苏丹北部的尼罗省做大水了后，规个是稀稀火火，真侪庄仔头拢去互大水损断甲真严重，而且有8170栋厝受损。即个水灾造成至少50个人死亡，因为积水开始生一寡网虫仔。 未少民众那像是去挖着落土症等等的疾病。في والله في إسهالات، الإسهالات دي في التهابات، في إسهالات وعلاجات ما في طبعا。暂时的水灾嘛造成苏丹16个政府机关淹水，嘛有40间店头，甲大片的农地规个遭淹去。苏丹的雨季每一年为6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开始做大水的时期，一般拢伫8、9月啊。去年雨季伫咧当地造成严重的水灾。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为今年5月份开始，东非至少有38000人受到大水洪灾情的影响。咱阿富汗北部的巴曼、卡比沙、甲南加哈3个省，为14开始落大水洪，造成至少31个人不幸过往。其中，伫咧巴曼省，还阁有100个人下落不明。阿富汗气象单位指出，未来几日间，阿富汗34个省拢还会持续落大水洪。 یکتون به یک بچه جوان برده چقدر خانه رو اینجا برده باشه 80 تا خانه رو کلم کلش برده 咱泰国因为热带风暴木兰所落的大水雨，伫咧北部清莱府的比赛，溪水是规个涨起来，甚至流入去市区，有超过2000栋厝浸伫水底，而且真侪所在积水要到3公尺深。
泰国政府嘛针对未来这几日间，美港核水位会持续加悬来发布警报。公司新闻景冠庆编译。讲到塔利班政权中心上台满一冬，女权是真正明显倒退路哦。当局下令妇女伫咧张开这个场所，拢必须自头包到脚。这款蓝色长袍销量也大大来增加，而且价销也变贵。妇女真正无奈，也是期待免砍头砍面的自由。穿蓝色大褂的阿富汗妇女无用伫市场买物件，这种自头包到脚，只会当透过目睭望状看旁看世界的大褂。即马伫阿富汗销路增加，价销也起。喀布尔四季会当看到咧卖店。بسیار خوب چادری خوب من قبل از این حکومت سقوط کنه مردم استفاده میکردن اما در اواخر که حکومت سقوط کرده اگر فروشاتش خوبتر شده مردم بیشتر استفاده میکنن با در پولیس چادری و حجاب هم هست حجاب مردم استفاده میکنن 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1年来，女权倒退女性就学就业拢有严格限制。今年5月，塔利班进一步下令，妇女出门爱穿规面网条的大褂，而且若讲无重要代志，上好踮伫厝内。若违反规定，毋若是家己会失去工作，伊会男性监护人也会牵连受罚。当地真侪女性感觉这规定真无道理。 خب ایجاب اسلامی هم نظر ایجاب تمام بدن که از به اتفاق علما فرض است بالای زنا اما ایجاب روی کسی مسئله اتفاقی نیست اختلافی است که نظر ای برمیگرده به عرف و عادات مردم که چه قسم عرف و عادات مردم است اگر فتنه به اوجش رسیده بود درست است ایجاب روی هم فرض میشه 阿富汗妇女烦恼伫蓝色大褂之下，女性被迫失去清采自由，猎面头巾也遮住因的未来。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拍胎权规个大冰盘，部分州咧加强拍胎的这个限制，妇女只好到其他州来摕囡仔。Florida 州咧，因为国允准有新的这个15礼拜摕囡仔，当地诊所最近就收到真济下州有新的负责人，医生就讲哦。 最近就一天看25人，即阵变45个人。23岁贾思明讲到要摕囡仔，不过也搁伫考虑，不过伊爱赶紧决定，因为若是拖久，可能就无法度摕囡仔。With the Roe versus Wade, honestly, it's been scary. I didn't know if Florida, being a Republican state, was going to change their decision. 贾思敏还搁咧读大学，都意外有心。伊住伫佛罗里达州，伫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解判罗素韦德案了后，就修改法律，规定有薪15礼拜了后禁止摕囡仔。雄雄的变化逼伊爱伫短时间内做决定。加贾思敏有类似情形的女性，最近伫佛州愈来愈侪。诊所医师就指出，较早一天差不多看25个患者，即马增加到45人，佫真侪是别州过来遮摕囡仔。 We've been expanding hours. We have staff that are working 12-hour days some days. We have opened some health centers on the weekends. And we're also adding physicians. 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佛州虽然原来真保守，不过允准15礼拜来摕囡仔规定，这已经是东南部上令的。附近的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乔治亚这些州，敢若允准有薪6礼拜来摕囡仔，甚至完全禁止。当地妇女无选择，敢来当到佛州求医。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英国最近举办一场水底西洋棋比赛，做伙来看。 伫收水池边仔行棋并无困难，不过若要伫水底行棋，迄就无共款啊。伦敦顶一日举办世界水底西洋棋锦标赛，参赛者都要禁开闯落水底行棋，应用增加重量，甲像吸铁的棋盘甲棋子。考验的毋若是棋艺尔，还佫要比禁开家己水中的适应力。I thought it would be a breeze, but it definitely isn't. You know, trying to see the pieces, keep yourself down there is a lot more difficult. 比赛规则。 只要其中一边行一步棋了后，扑出来水面伫喘气的时阵，对方就要随闯落水底行后一步棋。所以掌握节奏，嘛是赢这盘棋的关键之一。比完4轮拢总用4点钟，袂输是一场水底马拉松。 So one thing you don't realise is the pool is really cold, and spending a lot of time underwater hurts your oxygen intake, and so it becomes harder and harder to find good moves as the game goes on. Really, yeah. 这场比赛吸引10个选手来参与。 尾手是由今年33岁为波兰来选手摕到冠军。In my opinion, however,
opinion are very split. I think that 60% is chess and 40% is like other skills, swimming, keeping your body over control, and then the pressure and your breath. 波兰的选手讲，伊会赢的秘诀之一，是因为伊用规个人拍落水底这种方式伫行棋，甲其他的选手徛伫岸边，敢若甲头插落水底的方式无共款。这个结合体力甲技艺的挑战，嘛互这个比赛变甲更较精彩。记者综合报道。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明，马仔港节时间咱再会。